我以前曾经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报告隔胎之谜。从前有一个富有的人家，结婚以后不久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可是世事无常，丈夫却因病而去世。儿子养到几岁啊？聪明又伶俐，做母亲的非常疼爱他。可是过了没有多久，母亲又去世，而转身到同一个乡里了。作为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，长大就出嫁了，刚好嫁给他前生的儿子来做他的妻子。因为前世他疼爱儿子的亲情没有断，所以转世又成为恩爱的夫妻。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哦，他爱如珍宝啊。一天他杀鸡烹食，夫妇互相对酌，就饮一点酒了，并起好肉喂孩子，可以说是一个很和乐的家庭。哪里知道正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啊，忽然看到一个僧人从外面进来了，直接进入他的家中了。夫妻两人就感到异常的惊奇，因为不认识这个僧人嘛，于是便不客气地斥责着说：“你们出家人为什么这么随便就闯入我们俗家的家庭呢？这么不守出家人的规矩啊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出家人也很不客气地回答说：“你自己没有道理耶，还说我没有道理，真是奇怪了。”夫妇两人又说了：“你们出家人无故到我的家庭，自己不承认错误，反过来说我没有道理，那你讲你是什么道理呀？倒请你讲给我听一听。”出家人这时候指着她的丈夫就说了：“你杀害你的父亲，又娶你的母亲当老婆，还养一个冤亲债主的儿子在家里面，你敢说你有道理吗？”做丈夫的听到出家人无缘无故这么诽谤，不禁心中大怒啊，立即呼唤他家里面的佣人要打这一个出家僧人。僧人看到这种情形，他就对他说：“我不是随便乱说的，是有根据的。你怎么可以随便叫人来打我呢？现在我将实际的情形告诉你啊，你所吃的鸡肉是你前生的父亲来转世的，你眼前的妻子是你前生的母亲啊，你所养的儿子是你前世的冤亲债主。现在不论你怎样疼他，到他长大以后必定会来杀你的。”夫妇两个人听到出家人这样说，当然不会马上信以为真嘛。僧人进一步对他说：“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，我可以将天眼还有我的宿命通两种神通，我借给你用，让你自己亲自去体验。如果不是事实，你再来打我也不迟啊。”这一位老公接受出家人的意见，就借他的天眼来看看碗中的鸡肉，果然是他自己的父亲看看在旁的妻子，果然是自己的母亲看看面前的儿子，果然是他自己过去世的冤亲债主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不得不信出家人所说的话呀，更不得不感谢高僧的指点，因而就从高僧那个地方开始学道，来解除过去世当中的一切冤业啊。各位，你看有这个公案，我们了解人是不断的在轮回转世，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一定避免在六道轮回，避免去犯因果而造罪造业，堕落沉沦。我们应该要体会人世间的可怕，你稍稍不留意，一点点不小心，你就开始堕落了。你想要找回原来那种清净的本性，很难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赶紧多念佛。佛陀无人不救，无人不渡，要让所有苦海造罪的众生都能够为自己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让你道业成就，让你成佛，了断生死。佛这么苦心的告诉我们众生，原来世间的内幕存在着这么高风险，对我们众生来讲都是很大的诱惑。我们不清不楚，颠颠倒倒懵懵懂懂，糊里糊涂，就一直贪求
求，一直计较，为外在迷惑颠倒了，稍稍不小心就随业流转，随你个人的业善业到好的地方，你做了恶业。因为我们没办法控制自己，你的习性很重，一旦让你听了不满意、不舒服、不入耳的，对你的心意有违背的，你马上就会采取报复，一报复冤冤就相报，我们就必定受这个业的控制，开始堕落，继续在六道当中轮回。佛这么清楚告诉我们众生要警惕，赶紧找回你自己清净的本性，不要受到外在的污染。我们一心要求解脱，成就道业，才能够广度十方众生啊！今天将这个公案告诉大家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为了众生未来的道路，我们不可以懈怠，好好认真的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